因为三级警戒目前可能到7月12号解除，如果若顺利伫原定的时间解封，安尼所有幼稚园佮有其他的补教场所拢会开始恢复上课。如果若开始复课了，每一间家长甲学生佮有教职人员的接触率拢会增加。院长呼吁，希望会当甲补教人员佮有短期教育相关人员拢排入去接种疫苗的名册。那因为根据中央的规定呢，所以教育界的一个幼教老师呢，是列在第7类。那包括幼稚园的老师、安静班的老师、幼教的正式人员，还有那个行政人员就列入施打的对象。但是，一些代课的老师和兼职的话，如果没有在造册里面的话，是不是也会造成防疫的漏洞？尤其是呢，暑假这段期间将要来临，那一些课后辅导补习班的老师，你如果没有将他施打的话，未来这段期间所有的学生一定为了学业的压力，未来升学的压力，一定会往补习班里面钻。那这些补习班老师你没有纳入施打对象，是不是又成为一个防疫漏洞？成为了家长忧心欢乐所在。所以我希望市政府呢能够将这个列入考虑，也一并纳入优先施打的对象。如果若顺利解除警戒，开始恢复上课了，学生为着要赶紧补足疫情期间的课业，可能会去补教场所上课。如果若教育机构的人员无注射疫苗的话，每一间甲学生佮有家长接触，可能会造成防疫的漏洞，嘛可能会互疫情一定的恶性循环。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